恐怖主義橫行，全球化係罪魁禍首。恐怖主義呢4隻字，我諗大家都唔會陌生。咁首先咩叫恐怖主義呢？我原來即係指咧一啲係具有政治目的啦，針對平民啦，希望引起社會恐慌咁嘅暴力襲擊嘅。唔講唔知，原來恐怖主義嘅出現同全球化有好大關聯㗎。全球化之下，你見到有錢國家咧不斷地進行一個國際投資啦，佢哋嘅企業不斷進行擴張啦。由於國與國嘅貧富懸殊擴大，令到呢啲窮嘅國家佢對有錢國家越嚟越不滿，呢個係滋生咗恐怖主義嘅出現嘅。我以為淨係錢作怪，同文化都好有關係㗎。咁好多伊斯蘭教嘅原教旨主義者咧，佢就認為西方係物質主義，係腐敗嘅，係不道德嘅，所以佢哋咧就好希望咧去抗衡美國嘅呢一個嘅文化嘅傳入，所以佢哋咧就提出咗要打呢個聖戰啦。阿爾蓋達嘅出現都係因為咁，仲有政治全球化，例如美國插手以巴衝突，就令恐怖主義變得國際化。全球化仲令到反恐工作難上加難。各國嘅人民咧流動性咧係增加咗嘅，好多時係免簽證啦，咁啊唔使審查你就可以入去一個國家啦。嗱，所以而家國界咧已經唔可以成為咗啦一個安全嘅保護網啦。咁搞法點先可以解決到恐怖主義呢？除咗加強情報工作、建立反恐部隊呢啲之外，國際間嘅合作都好重要㗎。一個司法合作啦，咁啊建立呢個引渡條例啦，咁跟住啦交換呢個情報工作啦，聯合嘅打擊行為啦，甚至係呢個邊境審查啊，建立黑名單制度啊。但咁樣都係治標唔治本。要根本解決呢個恐怖主義咧，就應該要加強唔同宗教、唔同國家之間嘅對話啦，減少呢啲嘅宗教之間誹謗行為嘅出現啦。仲要幫助弱國改善經濟，加埋國際組織嘅調解，先可以根本解決恐怖主義嘅威脅。